国旗民代替台南争取建设天经地义，不过卡伫选举新营立体停车场的建设，伫动土登的会后，传出议员蔡玉辉批评林俊宪挂球仔尾，引起立委林俊宪发文反击，佮讲伊率将闹场。对此，议员蔡玉辉话完往，强调伊无闹场，若有伊马上实质，若无嘛请林俊宪道歉。有哪里有闹场？我案头坐到尾，咱交通局长讲话、市长讲话，拜拜，那动土我都没有闹场，他没有去，怎么会抹黑我呢？第二，这是地方重大的建设，一个停车场开几个活动，中央叫地方政府邀请民意代表跟立委参加，本来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怎么我会跟陈天辉怎样？我真行到都唔敢叫陈天辉徛做伙，我感觉民进党因为林俊的集团，你都敢翕相，敢抹黑我袂到。我拜托，我们拜托林俊宪立委不要这么这样，我们要有点人情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动土完要结束了，大家底下讲结束啊，欢喜啊，伊就底下讲我跟恁讲，这个代志是安怎如何发生的？所以你说这件事情算不算闹场？我觉得。对民众来讲，已经是程序结束，它变成是他个人的这个过程啦。伊来讲，这物件是我争取的，跟俊宪无关系，田辉敢是这来工课的人，我觉得就已经不是原本那一个场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定义跟闹场是确实跟那个动土是不符合的，那你说政治上可以再做的更闹场，当然政治上的闹场可以再做的更激烈、更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以林俊宪的角度上来讲，或者是以市府的角度上来讲，定义闹场是没有问题的。新营立体停车场的动土嘛，因为立委陈天辉在场，和民进党团不满是，伊竟然坦然接受蔡玉辉的言论，认为伊是为了初选选择甲国民党合作，所以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批评，要求伊甲国民党保持距离，千万唔通因拿强立官，非常危险。饮鸩止渴，非常小心。我们是想要询问陈委员你跟国民党这个合作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因为最近我们其实呢整个党团很多的这个民意代表，我们都接到很多党员的抗议电话，然后呢大家的表示说为什么身为一个未来想要做这个初选竞争的候选人跟国民党的连结会这么深甚至呢在其他的国民党成员呢在有一些诋毁本党党员、党同志的时候呢，他都是站在对方那边所以很多党员都看不下去，支持者都来跟我们做这样的询问。那我们其实过去呢也一再的有这个声明，请我们本党同志呢务必跟这个会诋毁、攻击、长期侮辱诋毁我们的总统，甚至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一些国民党的行为人，要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以免让我们的支持者误会，还有误导大家。面对民进党内启动初选竞争愈来愈火热，加上各地大罢免的热潮，演变成两党激烈的交锋。对此，立委陈天辉团队第一时间表示，暂时并未回应。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